第9课，新的甲旧的。第8课，咱捌读关系耶稣的学生无紧食的因果。这个故事就是伫马可第2章、伫马太第9章、伫路加第5章。咱有读马太、马可甲路加所写的故事来相比。耶稣讲伊的学生无紧食，是因为因真欢喜，亲像参加结婚的人客。新囝婿甲因伫礼的时，因真欢喜。耶稣以后佫讲一个短短的譬喻，伊要佫说明关系伊的学生无紧食的因果。这个譬喻是要继续迄个结婚的人客的迄个譬喻。马可伫第2章安尼写：无人用新布补旧衫，若有，就所补的迄块话求你意，就是新的话求你旧的，伊的破空会佫较大。耶稣的意思是甚物？伊的意思是紧食是亲像一领布衫，上帝的国是新的，上帝的国是亲像新布。毋通用新布补旧衫，因为无效。你洗新布的时，布会揪起；新布揪起的时，会丢入旧布。结果是破佫较大空。耶稣讲这个譬喻真有效。住伫犹太国的善良人，大部分爱穿布的衫，因的衫常常有补真济所在。伫迄个时代，有时啊一领衫有补100摆。总是因若要补衫的时，布就爱大先求水，以后才通用迄块布补衫，安尼才会合。若无安尼，新布会揪入旧衫，会破佫较大空。耶稣讲这个譬喻有甚物意思？伊是讲学生的心满意快乐，总是紧食是表明哀伤，毋是表明快乐。所以耶稣的学生若是照犹太的旧的习惯来紧食，是无效。伫世间真济所在，会通看见善良人的衫有补真济位。有时啊，会通看见伫一个人的衫有真大空，你通知影，伊有可能是用新布补旧衫。有一个少年的妇人人读到这个譬喻的时，伊讲：这是讲到我有真济新的也好的意见，总是我有缘照旧的习惯去行。我所相信的，甲我所行的无同款。对即马起，我所行的要表明我的信心。人听耶稣的道理，就爱离开歹的习惯，行耶稣的路，来表明因的新的信心。